其实除了京剧啊，陈灵基先生根据同名沪剧改编而成的中篇弹词《罗汉钱》呢，也一直是评弹艺术的经典曲目。那大家已经在上面议论开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著名评弹演员姜文兰老师为大家演唱其中的选曲《可恨媒婆华太兄》。谢金哦，为此侬爷爷的亲自呢，跟着每年50嘛，在东王上来看看南高带的呢哈。龙宫两方位一位，在50嘛西去，有些谁呀？高得起外分经理部门嘛，是凭借的50嘛大概来他那大高山，是来他。年年讲是讲噶，手上里都娘一点轻骨头，是为呀？一到娘们把那个沙漠上打不铁管，年年告诉过来，不听说我们来呀，不讲说不，你当我打这里落我这个雷后去，副本呢，副本，我这个血fin我听上不上？告诉过来本着当然，什么？那个巨无名人，真的叫巨无名人，让我米老师的呼喊大喊，对了老师忘了，越是养越气，越是养越恨。
不我们评弹界的同行和老听客啊，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蜻蜓尾巴白舌头”，意思是说呢，长篇弹词白舌啊是开头一段好听，而长篇弹词玉蜻蜓呢，则是最后一段精彩。哎，大家就知道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玉蜻蜓当中最精彩的厅堂夺子作为压轴大戏送给大家。大家有没有再热烈一些的掌声？有没有？来，掌声欢迎秦建国、王一力和沈仁华3位上场。啊，老大人，恭走。老大人，今日里乡亲外甥进来了，不知与何事因？乡亲恭走太太到此，我们否须是代代家长。代代家长啊！哎呀，老大人，外甥在西的谁是代家长啊？哦，你定不是代家长，根本没好的那代呀。但你妈妈不养说，就带到阿婆养大夫了，好的害我媳妇在都整好了。
工作诺。老大人。是个人啊精。我们为你在西在家今日不但当真是谁带进家事业壮，谁带给他金家里女婿我的事情，我农松在搞得给他金家里来，不当来夫妻没有喝，罗里晓得16岁归身必亡，我这个德搞得不好。母亲嘛，让山上浪那了批房了。哦，尽管是16岁，他要批房，是大的嘛。老大人，但不知娶的哪家的小姐呀？讲不难听的，别晓得，山上浪向15名家。王姬是子女，王是真小姐。哦，原来是王小姐。是啊，后来怎样？那么归身一股子了那外头，5百人好好接服侍的，不多让有，哪晓得那归身身受病。并不都是比身烦，尽管是狗屎啊！哦，这个老大人灵台牺牲，放过得了啊！呀！怎么王小姐必怎样呢？各位王小姐真正不简单。唐西把归身来战想年纪轻轻已经走至勾上，不意思，又气一口，他学法为他出了家了。哦呀，谁是将来这位王小姐死的可怜啊！是啊，后来怎样？他进了堂，佛都是比较姿态，在府中上。对方刚刚起他们发现的胃里向已经有2个月生命。哦，虽然是老日的来这个相信。哎呀，老大人，是将来你们金家是如何了啊？那样不错。是啊，看着你来，你们这句黄昏节日，介绍养我一个女宝宝。快叫老伯母送到南澳金家里去。罗里晓得老伯母出来无，跑到凤桥的看见了公路里一喊，那个小姑马上地上下一多了。既然那用不到哈等，洗鱼子洗了再吃高了。这个男小姑受不了队伍的老板只小气跑得起，不得个种人讲切地不得。于是呢，队伍的伙食只小气发誓。
这家人家弄不落，真让这个当天门前来了几首客家婴儿没去说去是想小姑把了来历的乡村举金6两150两银子是小卫东带着巨人贴上卖去的了啊。哦，这个家长带得落啊，也是快乐带到后头上来说啊。他已经弄得牛菜人光带个山上那边头部的舌头，而且把了来的乡村150两银子，什么来带啊？老大人，但不知这位今日客上姓甚名谁呀？他不姓李，不姓上与公主同姓与同乡，与公主同姓同乡，同心同乡，同心同乡。那个人会得眼瞪瞪眼瞪瞪啊，恨不得立起身来说：“好！”不过那次没去上啊，母语的录音，来真正把现在人光办不得，一办不当事实，这个人谁是我啥子要承认啊？乃是山东人，山东地方大了。乃是新时的人行人行事，总不记得小东西上去了。老我要硬着硬一硬。哎呀，老大人，我想山东所大的地方，先日之人后知凄凄败败，这个小儿郎倒是渺茫的了啊，并不渺茫，真是不渺茫啊！本来你也不有的，那今年当进我农科农场，科技一个女人。你手里上有股梳子，梳子是你今家的守家之宝，厚肉心灵。我离海进来部门一辈，你毫无不突出，你接知三角，阿公就知三级。你是小姑本来身上像有的后山浪像有一手血丝，为这里挪得来。我弄个手血丝想不起，那么归这牛仔这样。上来命令郎啊，相思句，牛仔想无来么？这个牛宝宝，因为你自家身上，也是金龟神娘是个七家人，现在为了让勾当人，他姓朱。密集到当一谁当生了娘，他娘一生的了啊！自然正听得个郎相的三个欧雷决定相逢，哗啦啦啦！算了呀。他是牛在上面是就当像娘一些人好的啦，老夫妻俩搞的推个比那一点点分晓得个人，不能忍你，不能忍你，随便哪不能忍你啊？什么人忍你这个女子气的了？是不是来了面孔一白？老大人，公主，找你的是挖着原在。不是我们守家之后了啊！公主心中明白，
你明起我异乡客的背官对着之辈，不认么？哎，想我张国勋一生忠于，并不欺人，你不相信啊？假使讲你不相信，那当面可以问牛仔的。假使是牛仔正在直播里向事业上我心事，你进步努力打出山东，你今他的绝无后疑。牛米浪向有我。假使讲今朝牛在直播里向事业上我心惊，那这个里向也乃稍微牛良人啊一点点，公众可当面问，那来大庭广众别了我们，好，喂，自家晓得，搿些辰光门上去眼为不眼啊？搿个小人从小小敬你爷娘，刚刚暗堂里向去人呀，毛脱你老夫妻两高头你会得去，现在你老夫妻两高头来拉半边人面对肉面门上去，你姓啥？总不超出身上神经吧？叫得这里向是一个喜事出来，我大此里马上围住山东，该打我不要等的，我不要好烧头的，动我儿子的脑筋拉海啊！不过对围住来对小奴妈妈这个里向气是有点气的。俺头啊，你哪是干不懂？你爷娘年纪大岁呀，好不起岁。你要去人家不要紧，全部打你刚一上河里。晓得今朝个事体不是样脱脱空空，背里金阁里人背了浪抽的跳本，怎么呢？不得后事不理，从来没个。这个儿子就欢喜爸爸子牛牛子，平常人光兄弟的闲话不一句，今朝两样。姥姥叫啥眉毛是眼睛在面孔，比比背。牛仔，是。啊！这个什么孩儿该死！你好吧？末了爹娘该出这种伤灵天良之事，谁真母亲问你，你到底心事万日心？真孩儿将军是你啊！张国勋这里毛毛你啥子天啊？这眼睛带出是面孔的清晰，这男人们好好家门了。你是讲牛仔最哈的，也不能一哈一个指头问我心事，那你今家里哪弄法呢？你哈里啊，今朝你哈里嘛，我来保你个腰，远在为中国还在失居，是你自己想的，是爱当人物，是你自己去的。如今心绪心真，你将日死了，用佛到这里破。no， 凡日们与我为真公在，真为主公吩咐。旁边的事他就是觉得不得了了，为高头来对了，相公妈妈你啥事体哟？眼睛没带是喉咙三百响，你只养得是俺动，喉咙分响些个，你是俺种强调非好话一个，我也不说得个。你只一想小人，今朝一门，为是我来门，凳子老下立起来嘛，就像眼里已经下来了，实实非打过去。哎呀呀，黑呀！哎呀，牛仔一看么娘要去杀这个母亲，哎呀，母亲，今日里心绪心急，你要放出良心来是话我，是说你不低不下，我与你家弟弟要被你问问气死的。母亲放心，孩儿明白的，孩儿明白的。你是有良心，老位子老向受定嘛，早上刺痛刺痛朗朗哭。搿
这边浪像个金都娘娘对个老太妈妈呢喊，没搞哭个，不要这样女眷女去亲了。所以本来这个两种眼里的心里下一有了谁是几个来信，可是你经他的个人家要无的。这个老太妈妈哦，来外哭，上我不外哭，我妈哭，把你打一大哭。老子讲啥哭不哭呢？在阿非要在儿子里向不哭，还要16年哭死下来的。这金都娘娘里实对叫的应的，就对马正不对浪下又有眼睛一个么两种眼里嘚叫他已经下来的。呀女婿，如今我们亲家就在你的身上，今日你属于三心合意嘛，为娘第一死的了，母亲放心，很明白的，很明白的。又在想做人做到今朝我再难着，恭喜辰光没去上，叫得脑子里想说一个字出来，到底是心惊了还是心喜？而且这个一个字出口了，对于一家人家么开心，一家人家要伤心。有在想恭喜辰光我不是有戏，一戏我才不晓得，那现在叫我们的行事法呢？弟弟啊，你到底姓什么啊？江水是了。话打口边，我难吃身。我是走与外来，难吃苦。今朝我是第一个大男生，我所以命与空双情，你到底姓什么啊？经不起爹地，他才得进楼檐头边，只得缤纷明。我们三十不是你娘呀！我不在哪里的哇？你已经讲出这种伤林天亮的说话，是因三年某日恩，想不是
虽不人个儿老亲生所养，但是他亲生爷娘遇上了两样呀。你都对我好起，我不是不晓得，我才晓得了。本当我是糊里糊涂呀。方来日没计谋，令我将失去，却是原来迎来孩儿的生。呀，我娘还请银子呀！你在问我到底姓啥？说问孩儿本姓，西藏说也记得本姓啊，本姓越大起真呀，不比女性族群微微生死了。那真是出去你老夫妻两个人难容化，好受儿哩！哎呀，小畜生你到底姓什么？个女婿一下为何事？平常人光几乎呼吸不要什么，从地海无人辈子。今朝你摸到个上小说上口笑之，勾起人光牙气的难一了。对呀，这迷宫一口嘛呀！这口诀里叫啥？一人亲，一人亡。谁打那个周府郎枪，40对，40对。三中强调我今日好出口的，不要努力气杀啊！像我今日为地神来出口。怒气冲天雷发青，倘若今日来出口，只怕弟弟一起要命过，因为要敬为了你们老娘亲，岂不是不帮人红衣杀体里，七狗长驴不孝命，非不是臣心已决弟弟孩儿不行三姑兄弟，你毛毛你还不行啊？你不行嘛？你今家里半个儿子去他的吧？好生娘我可是比老乡京都娘娘老老听不行，你今家里半个儿子要你啥去啊？少得娘儿子说牛仔，你外空头水命里，每到木本水女，你竟反为了我牛仔，每到天生娘亲，你都不要了么？哎呀，牛仔想这个句话再三凶人，恭喜龙华没请上我娘性命，也让我都手心里向拉黑。牛仔想本当我想的没法个呀。本当我是不信谁来不信真。
生，两心相依无几生。不了计谋为公离别，得别人恨之分。今夜我再度举家杨元，我看如不信君，来报亲娘名扬亲名都报，家我真为人，令他体太大，哪怕地翻身，我要三生不死来举娘亲。想为只要举亲娘命没办法，也蒙人我是好事心君呀，你都对我恩德，我永远不会忘记。爹娘的恩情，我丫头答应为房女俩，孩的口人说问孩，这个一生说问孩儿出去，大厅浪向所有人的目光在集中到那牛仔的长子口内身上，既然从中间是大分波上。搿啥水手对到了38个中手浪向，屁股离开凳子，让一头当空的呀！真假，眼睛接着，你到底姓什么啊？说问孩本姓，你到底姓什么？说问孩本姓什么？真哎呀，对了。一个今日出去，本来大家的目光集中到那牛仔的长子，现在哈表走来看那个地上身，中当了一条不让个，恰恰是相反。地上身所谓的凳子浪向接啥一句闲话人不多，让面孔了老走，是一人亲一人罢。真心其实让呼吸的儿子一个劲，你哪受得了？半日过后一个口气，方是慢慢叫围上来，眼里像受水的老泪珠啊！哎呀，畜生！弟弟，你好啊！
身体良心病，切比送风你配的娘。相识间，少于你这种不孝子。我今朝大事你才平安当头弟弟需要用尽今日的大帮，打死了错生人，放下我心头恨。我们为盼老命人来做的，让我今这口惨的我预备的命。畜生啊！弟弟，你好啊！胖起来，做什么？韩国兄弟，你忙啥子事啊？不，你要当牛仔呀？一多少人？今天的大厅呀，徐是要当嘛，二代不大当。公主，牛仔他不幸贵重，已是天经地义之事。谁见你要这大于他，却为何无法？不能当。而是我杨氏的石路已经是当然不能当。中我错生的我呀。这样的恩啊的水上，难道我竟不能将他打？当可以当，你总不要说这个道理嘞。牛仔长久不日，公主骂也骂得，打也打得，谁竟要这打牛仔，却为哪桩？打他什么不孝的娘，谁装？他日莫中今后增长在多得多赢开仓房，莫无增长多得多赢，真见得喏。寂寞明他相思句，为什么我们不与的娘共采香？既然没相命是中意，为什么我们不把相邻并对娘？既然没爱当，去把亲娘认。为什么我们把我们母在沟中娘？既然没爱当，
生了亲生母，为什么么不惜道病而高昂？为什么么听当设下牢笼计？为什么么逼我们到此得家让？为什么么得家让？逼走了鸿门宴，为什么么把爹娘当做了黑驴帮？为什么要逼死爹娘？谁当上这畜生用的好气哟！这个老母三们母的杀婆，母牛在离我一道母进去。好，公主相识到如今，为王息怒，他小小的一领门，天亮一上计，今是公生意虚心上，今日里我这打这畜生们分你口言恩当，老大人打得么这个嘛？李现在那里一边，我就不道理，不过在广州一想吧，哈，今朝不能打。为啥么刚才牛在直播里向实行经？我不晓得，心为想不是他的，娘在档子里以后呀，不能牛在晓得，如何人好呼吸？上一来，真不是他一刀两头细心掉落。公主，牛在时日该打，为防公主许下内情，一时间家。打得的，打得的，都是原来个绝娃好打，好打我就在这样打。你这样不良心，我来鼓励你啥事情呢？畜生啊！嘿嘿，事情不小，大了需要用尽现在的大个亡灵畜生啊！安子他介绍的。可见了相公要当儿子为当脸的，一个人实出不出来。哎呀呀，老相公啊！那高兴你搞出来啥事体啊？夫人做什么？老相公，你是看在妾身的份上，杀死了我儿吧。像是小畜生已经变了心，让你为要与他讲理么？是说老相公，定要去当我儿嘛？妾身心口双死在你跟前的。我当一当牛仔里要他个拼命啊！来日的娘发更差，夫人，难道今日里我一下一打不得的么？晓得了，相公啊，不说的当子，你个口气出不出？今朝一起也不把你靠一起，你要期望。谁知么了，相公？你是高高举起，轻轻打下，当
让我儿一记吧。龙子半夜只好当一记，是个一记我把要带。我来告诉要边上想推一推开门，畜生啊！对对，谁下门？那个这个的，我要打了这个的打吧！畜生啊！对对。高举礼让将他打，砰！高高举起，不晓得你让高高举起来不灵，杀伤率里，这就得一人忙。啥个来看不出，这锅上白满一片。姥姥阿爷这个啦，还是气得一起来，个双眼睛在气下头的。有点气水冒着眼睛往下捏上去嘛。哦，方叔晓得弄错，为的啥不进这后事是来特的。砰！力量举起来，姥姥个力道几乎大了。来力量举起来嘛，我是把个的细细把个周手一头打上来，抓了眼睛门里，啥刚望出来，白满一片。后事是来特大了。妹妹叫了那里出手，李大阿母样立起来一看嘛，真的伤心，根谁把人事相法，我的良医昏花，你妹上去，漂浮白日霜，这落得难口梦一场。16年来三个初次一场噩梦，凭良心讲，别说了高些，我当些人当我拼命，我自个还不晓得。这个些人都从小有良心的呀。那么今朝哪会得变得这样不晓得呢？不能怪你真家里人背头了，让天不理解。你不是不良心，你也叫不办法呀。我他是现在举起来靠到小奴身上，有一个人看见这样哭丧，实际你为对亲个娘啦嘿，看我让当你个儿子，非要哭丧啊！算了，妹妹叫了让李周师傅打开个的后事，妹妹叫了让退下来，我们人口出身。将我呀，口里口出你老夫妻俩搞的，生日之礼多吧？距离上个岁妹妹叫了让放下来。哎呀，你再看么养个后事让退下去玩。哎呀，像牙这个一进来要靠，这个一进来不靠那个身体啊，期望呀。对，这下嘛，你为这个的大吧，这一下么，没人讨定了，最没人讨定了，我要自己讨定。是悲伤
上我自己掏尽了。哎呀，弟弟我与你16年父子之恩，今个头你再叫一声弟弟，再叫一声娘。哎呀，弟弟母亲儿啊！虽然真只顾他一人满足，足够了。不走头来对个张国兄妈妈，那不要生气不一样。这个小奴那口神就有良心，让他接我呀，让接你娘，安可接？走吧，走吧，没你的了。夫人啊，我没与你说说要离此地。谁啊？这样，要落大家。山东一上路上来，哪里去呀？谁总归还去死一个呀？不被人家逼得这样种地步，你啥得看到你对我为啥个迷的呢？夫人，哪怕是水阳山，我是以后方。喂，不说这个女子，那他做的事，为公对来，后知一苦，后知再苦。牛仔哭就咬了娘，要最难受的呢。妖精不过来咬个肚腿浪向，砰一个，弟弟，母亲儿舍不得的。让我张国兄一口阿家真叫臭事体。这个牛仔夫人会从两个男人吧？警察奔着两个男人跑到外头去，门上出来收取老百姓晓得的，我真家里摸得了非洲来的，啥的欺瞒老人谁过啊？这个你为何做人啊啦？不能不理不报，要紧10个里起来门口是过不来，一老来，李下来，重新来的，不知哪不里想出来个重新来的家属。硬劲努了夫妻两高的拖到里向上的，是公主太太警察大家，这个牛仔夫人关注真能的，金家里这个么一代代的受下去，牛两的。但是牛仔夫人关注，不是监督两个男人白得抓他回，这还过年纪，山东做菜也没个这样，不要打，你也好的，神就等着了。他是性德公公的，留下来我不来做主，那来了定夫妻做主。说啥个主呢？差不多了呀，牛仔16岁了，可以配亲了呀。一个从外省的规矩起特的，马上打理配亲。还有啥配亲下来就把马新娘娘给他比长起的，都样两个大家有份来着讲。第一个长辈长中国姓金家，金家里一代代受下去。第二个，我张国兄做主，先读戏啊无罪，能到后代还有子。他是唯一的都阿三头出来不客气，我还要搞一家新长子，怪不得这样起劲呀！听当得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